继续来到南投的埔里，当地造石技术的发挥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。啊，伫造石7天的期间，镇民拢配合来食素。当甲食素期一个满期，所有的镇民拢做伙拼出人找肉尾来食，迄种的场景是有够趣味。在地人讲，比过年要搁较热闹。啊，埔里镇公所嘛向县政府来争取，要甲埔里的造石来纳入到南投县无形的文化资产。 埔里造石的技术发挥已经有120年的历史，而且是所有镇民做伙食素，尤其是在个7天期满暗时11点开操迄个时阵，所有镇民拢烧正要食草，看起来真趣味。咸酥鸡大头前人是爆到济，有人惊买无，前头前看卖为半暝11点，一直到透早3点，这单位的人是愈来愈多。鸡肉、鸭肉、猪肉，还有鱼货。 市场内面的肉店拢总肉，今日都是闹热滚滚。真侪人讲袂输你过年，有点像过年，又有点像跨年，但是就是这又比他们那两个又更夸张了。镇公所认为讲造石有文化传承意义，已经甲县政府争取纳入无形的文化资产，未来阁会使甲文化部争取预算，变成推动观光的重点。可以跟中央的那个文化部文化资产局，去申请相关的保存维护计划。目前南投县的无形文化资产包括小洲的祖灵祭、德山指南宫发财金、甲食甜酒，也有民间寿天宫献天上帝进香。有关埔里的造石虽然还伫申请阶段，因为对埔里的人来讲，伊绝对是上有代表性的文化资产。